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讲到台湾话艺术，真侪人咧讲台语歌的歌词真艺术，啊嘛有人爱讲笑，讲吼，迄毋是人咬写，是咱咬感动。啊，都因为咬写毋知有才调，写入去咱的心肝眼啊，互咱会感动。国情要招你来听，尤其迄个离别的情歌上感动。1960年代一条离别的公用电话，歌词安怎样写？咱来甲听看觅。见面讲，无一句消息，行到车站边，想要坐火车，心情袂离。提起车站的公用电话，只有是满腹的悲意，痴情的情丝断袂离。再会啦，离别的电话，痛苦的言语。过去。台湾还阁无高速公路的时代，要走远途唯一就是坐火车。我要走咯，我唔敢甲你讲，我人伫咧车站，才举起车站的公用电话，敲对恁兜过。电话一个亮，我讲我要离开，你都唔通艰苦。对方敢会赶紧来到车站来相送咧？歌词感动人的泪目。这正是1960年代红地七主唱，到即马还阁流传了真迄度的歌谣。写这条歌的周进生先生，伊用放送头这个笔名，正就是因为当时伊是足出名广播的播音员，甚至嘛捌选过省议员。啊，毋过迄个时代吼，无党的咧选，改歹调啦。毋过确实有全国性的影响力。过来，迄个心爱对方敢会来咧？咱来听歌词煞落去讲，若毋是真爱，何必惜别离？是真情，所以加添伤悲。请你踮迄边，唔通对来。若是要见你，我情难离。实在是我的好情意。再会啦。离别的电话，悲哀的言语。对方所爱的人接到电话，真正来到车头。毋过我唔敢互你行我来，请你踮迄边，唔通对来，因为你若搁来，我会唔甘走。这条歌。原底是日本曲，古前原来淡仔甲你说明。1959年伫日本发表，迄个时阵，这款歌的事件迄度，正就是因为日本开始伫咧事件用录钱的，1块2块咧录咧卡的公用电话。有这个时代背景，才会产生这个歌，才会产生出这款咱心所爱的歌啦。